台湾的艺术水个好，各种解水呢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水利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拜访阮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公兄，结果我一个入去伊办公厅尔，人有人客，伊甲咱介绍，讲即个原来前辈人，我赶紧甲称呼前辈，唔知影你咧做倒一行啦。结果阿公兄甲我答，讲台湾话较无咧讲行，啊无台湾话安怎讲，我就要请教讲伊咧做啥物事业，伫倒位咧高就，伫倒位咧发展，你就甲我教看要安怎讲啦。咱台湾话咧讲爱讲做倒一道的啦。啊有影，讲来到遮，各种安尼一个听，我就比较会出来。华语咧讲，讲行行出状元的行，台湾话吼，普遍拢咧讲我做倒一道的，无共道就无共路啦。结果我一个问尔，阿公兄讲啊，你真正有眼不识泰山。伊含带我入来做广播，算阮师傅同辈，原来名节目的主持人。后边一个报出来尔，各种赶紧本来坐条的紧徛起来，出名人哩。阿公兄讲，伊这算咱顶言的，甲阮师傅共起义的。即句起义，淡华语敢若一款解说，就是辛亥革命、武昌起义。简单讲，要引导即卖政府才讲做起义。毋过谈台湾社会，台湾人咧讲共起义的意思，就是讲倒一项头路，阮着做伙做。当初时，阁无人咧甲阮支持的时阵，干那阮两个裤头甲小廉，裤大甲条的小经做伙拼，安尼叫做共起义的。我嘛望讲我节目愈做愈好，到未来解文税哩，3000集、5000集的时阵，听我出来甲恁品，讲节目制作人含各种阮两个共起义的，阮认真每工用心计较要甲节目做好。我阁请教前辈，讲前辈。毋过即马足少听你咧播音，你咧做倒一方面的头路？我即马在咧做海洋的生理。讲来到遮，换我甲两个前辈讲我的了解，讲即句海洋谈清朝时代，毋是即马台湾人所讲的海洋的生理。咱即马咧讲，就是经商、商船、买卖、贸易往来，或者海洋的生理。清朝时代咧讲海洋是啥？是咧讲做海产的。所以蔡牵，咱知影。上界出名，金银珠宝、抢甲夹甲满满是大海产。迄个时阵，人讲叫做大海洋。老辈咧讲的台湾话，到即马也是有精彩、真艺术的所在，就是遮啦。